嚟到呢個系列最後一集，除咗了解多少少第二人格之外啊，亦都了解下其實有冇得醫嘅呢？嗱，上集提到啦，榮格就擁有第二人格嘅，係一個年長嘅智者啊。作用係啲咩呢？就係代替現實裡面佢覺得唔可靠啦、唔值得尊敬嘅爸爸。作用就係保護同埋指引榮格啦。咁呢一種現象咧，其實喺現實裡面咧係不時都會出現嘅。有啲小朋友係會幻想一個虛構嘅人物咧嚟保護自己嘅。曾經有一個細路女，佢細個嘅時候咧，父母離異啊，咁一直喺媽媽屋企嗰度啦，同阿婆啊、阿公咧一齊生活嘅。咁佢又係嗰啲唔係好擅長交友啊，咁所以喺學校嗰度咧，成日都俾啲同學蝦佢嘅。唔知幾時開始咧，佢幻想出一個咧大哥哥嚟保護自己。只但係當佢升讀中學嘅時候咧，佢阿媽就唔俾佢再咁樣做啦。自此佢幻想中嘅大哥哥咧唔再出現啦，而呢一個細路女咧就開始做出一啲傷害自己嘅嘢，亦都因為咁樣咧，佢冇辦法返學啦。因為喺現實裏面啦，佢嘅媽媽冇辦法俾到佢安全感啊，冇辦法保護佢，所以佢就幻想出一個大哥哥咧作為一個補償啦，從而得到現實攞唔到嘅安全感同埋保護啊。咁可惜佢阿媽咧就否定咗呢個大哥哥嘅存在，一下子咧呢個細路女咧就冇咗自己嘅依靠啦。喺呢個例子度證明咧，第二人格係帶有保護啦，或者係救世主嘅身份嘅。一啲較為典型嘅例子咧，就係一啲比較弱小嘅細路女啦嚇，出現第二人格嘅時候咧，會出現一把咧好粗獷嘅男人聲啊。而呢一個第二人格嘅男人咧，就係嚟保護自己嘅啦。嗱，另一個例子啊，就係一個大學生，一個女大學生，佢就俾人送咗去精神病院嘅，因為佢細個時候咧，佢媽媽改嫁啦。呢個女仔咧個性格都係比較怕醜啲啦，中意一個人靜靜地咁讀書啦。咁啊，其他人講咩都好啦，佢通常只會係笑下啦，就唔敢出聲嘅，一直就活喺自己世界裡面。咁但係有陣時咧，佢又會突然之間咧，出現咗一班男聲嘅，就講出一啲咧同性啊或者懷孕有關嘅説話。呢一個表現咧，正正就係反映佢對於性呢一方面咧受到某種嘅心靈創傷，又或者對於性咧係有渴望嘅。咁但係佢講完之後咧，呢個女仔咧又會突然之間咧變翻平日咁嘅樣嘅。原來佢嘅繼父咧曾經性虐待過佢嘅，而佢阿媽咧又視而不見啦。咁呢個女仔就唯有借助第二人格嚟保護自己啦，又或者做自己嘅代言人啊。仲記唔記得第一集出現解離嘅女人啊，洛倫娜咧，佢切咗佢老公嘅何 B 仔嘅，就係要阻止老公對佢嘅性暴力以及咧對老公作出嘅懲罰啦。所以當人處於一個咧極端危險不安嘅境地咧，現實裡面嘅主人格又冇辦法咧撐落去頂唔順啦，就會分離出另一個可以保護自己嘅新人格啦。咁啊喺呢一個新人格裡面咧得到庇護啦，做自己精神上嘅守護者。正如前幾集所講啦，呢一個咧係涉及強迫觀念啊。消除強迫觀念嘅方法有兩種嘅，一就好似楊內嘅心理分析啦，揾出個源頭，再探討由呢一個源頭產生嘅強迫觀念啊。仲有弗洛伊德同埋榮格嘅精神分析都係屬於同一類嘅方法嚟㗎。而另一種咧就係唔去探索源頭啦，直接去消除唔合理嘅強迫觀念。呢種方法嘅好處係咧，好多患者根本咧就唔想再諗起嗰啲創傷啦，甚至好多時咧一早就已經忘記咗添。咁換個角度啦，又真係咧冇必要令到佢哋再一次經歷嗰啲痛苦喎。弗洛伊德最初咧用讓內嘅催眠方法嚟治療啦，咁但係治療嘅效果又唔係好長久啦，而且咧有各樣嘅副作用嘅。咁後嚟弗洛伊德咧就放棄催眠呢個方法啦，就讓患者咧自由咁樣講出心底裡面啊所浮現出嚟嘅各種嘅事情啦。咁啊亦都可以通過咧進入患者嘅無意識領域啊嚟到進行治療嘅。從而確立咗自由聯想法。哇！咩係無意識領域啊？飛天爺爺都有少少頭痛添。聽埋呢一段呢，或者會容易啲理解嘅。榮格都放棄咗使用催眠啦，而係通過咧聯想嘅一啲嘅測試法啦，即係講出一啲嘅字詞啊，就叫佢哋咧諗到啲咩嘢，聯想到啲咩嘢就講出嚟啦。咁啊以及咧夢嘅分析啊、探索啦，咁啊睇下患者喺無意識嘅內心領域啦，就等同依家咧通常會通過畫畫啦、盤景嚟表達患者內心嘅想法嘅，用呢一
一種嚟治療心靈創傷同埋強迫觀念咧係好普遍㗎啦。咁啊，後嚟咧又發展出咧另一種改善身心障礙嘅方法，即係之前所講啦，即係唔去追究一個起因啦，直接咧將強迫觀念咧消除嘅治療方法。始創人係邊個咧？係嚟自法國嘅柏恩海姆啊！嗱，最初咧柏恩海姆咧就選擇性地咧係使用催眠法嘅。咁啊，後嚟咧佢都發現催眠咧其實同暗示咧係有關嘅。佢就開始咧喺患者清醒嘅狀況底下啦，就以暗示嘅方式咧去治療啦，咁並且得到咧同樣嘅效果。呢一種嘅方法咧，如果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叫做係重構啊。喺字面上注解咧，我會視作係重新建構啊，或者我哋又再簡單啲啦，即是以另一個角度去睇翻同一樣嘢啊。嗱，舉例啦，喺我哋嘅認知裏面咧，哇，嗰啲唔翻學嘅細路咧，都係啲曳嘅細路嚟噶嘛。我哋不妨放棄呢一種根深蒂固嘅觀念啊，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呢啲細路唔翻學啦，會發現咧，咦，佢哋都可以咧正確咁表達自己嘅意願啦，同埋諗法嘅，亦都能夠咧喺呢班細路仔咧即係唔翻學呢一件事上面啦，我哋去思考當中帶出嘅問題，去重新思考，發掘一啲新嘅意義啊。通過呢一種嘅方法，重新審視我哋腦海入面咧一啲先入為主嘅觀念，將舊有嘅觀念咧打碎去重新嚟過，咁我哋心裏面咧就會更加容易恢復一個正常嘅狀態。時至今日呢一種方法咧係經常都被人採用嘅。不過咧有啲難搞啲嘅個案啊，患者嘅強迫觀念多數咧同心靈創傷都有好緊密嘅結合嘅，因此咧係無論點樣改變佢自己嘅行為啊同埋思考方式咧，如果冇辦法解開心結嘅話咧，亦都好難咧順利改正翻佢自己嘅強迫觀念啊。嗱，假如啦佢嘅強迫觀念同心靈創傷真係咁緊密一齊嘅時候咧，患者就會有一種咧好強烈嘅抵觸情緒啊。但係逃避嘅話咧，患者又唔可以咧從強迫觀念裡面咧脫離出嚟㗎。咁啊，當患者有嚴重嘅心靈創傷嘅話咧，其實有另外一種咧比催眠更加安全啦，而且咧可以為患者咧克服心理障礙嘅方法嘅。呢一種嘅治療方法咧，簡稱就係 EMDR 啦。呢個方法咧都幾有趣嘅。治療師將個手指咧放喺患者眼前50厘米，就俾患者嘅眼球咧跟住治療師嘅手指嚟喐動啊。患者嘅眼球咧就會反覆咁樣喐動嘅同時咧，回憶起曾經嘅創傷場景。嗱，如果患者喺呢一個時候將回憶帶嚟嘅創傷同埋治療師分享咧，攞到彼此嘅共鳴，就能夠進一步去改變患者嘅認知結構啦。亦都可以鼓勵患者繼續積極去生活啦，從而解開患者嘅心結啦。講到呢度，如果一直有聽今輯節目嘅朋友呢，對於治療師即係擺隻手指喺個患者前面喐下喐下嘅畫面呢，可能都有少少嘅印象哦。之前有一集都有提過下嘅。原來我哋發夢嘅時候或者咧處於雷姆睡眠狀態嘅時候呢，我哋嘅眼球同樣都會咁樣轉動嘅。嗱，當我哋處於雷姆睡眠狀態嘅時候大腦嘅海馬長期記憶中樞就會出現活躍嘅狀態啦。由呢一點嚟睇咧，眼球轉動係可以刺激海馬體嘅，從而促進我哋嘅記憶重構啊。哇，咩雷姆睡眠狀態啊，飛天爺爺又有少少頭大啦。原來係指咧睡眠週期裡面一個階段啊。通常咧我哋瞓覺嘅時候咧都會發生好多次嘅。咁啊，大約係瞓覺之後咧，即係入睡之後90分鐘度咧就會開始㗎啦。呢個階段咧，我哋嘅眼球咧係會快速咁樣移動嘅，身體嘅肌肉咧就會放鬆啦。咁啊，大腦嘅活動咧會接近清醒嘅狀態啊。夢境主要咧都係呢個階段度發生嘅。好啦，我哋唔好瞓住，我哋翻嚟先。好啦，喺另一方面咧，好多人都因為咧好細個嘅時候因為得唔到某啲嘅滿足啦，就會產生咧某種階段嘅固着啊，並且咧長期處於固着嘅狀態裡面。固着係人咧喺即係幼童時候啦發展階段裡面嘅一大障礙嚟嘅。一旦發生嘅話咧，人嘅興趣就會好容易停留咗喺某個發展階段裡面咧，就冇辦法繼續發展落去㗎啦。
要克服由固着產生嘅發展停滯現象咧，咁啊只有將出現問題嗰個發展階段咧，重新嚟過啦，即係 restart 佢啦。咁如果咧即係喺一個幼年期啊，某方面得唔到滿足而導致心靈創傷嘅話咧，佢需要喺某種程度上面重新獲得呢一方面嘅滿足嘅。咁當然啦，好多人咧都會係無意識裡面咧去尋求一啲嘅滿足感嘅，例如長大之後咧就會嘗試去彌補自己細個時候渴望得到嘅嘢啊！我諗到啦，即係好多人咧長大之後咧都會買翻晒細路仔嘅時候咧買唔到或者得唔到嘅玩具嘅，嚟彌補翻呢一方面嘅滿足感噶嘛。好啦，我哋又舉一啲相關嘅例子先啦。咁啊，好多人咧，即係喺屋企可能係做大哥啊、大家姐嘅。咁當屋企咧出現啲細佬妹嘅時候咧，做大嗰個咧，阿媽俾佢嘅照顧啊、關懷咧，就會開始分薄咗噶啦。感覺咧就好似咧將阿媽咧讓咗俾啲細佬妹咁啊。咁啊，有啲人咧就好容易一時之間咧就會產生固着噶啦，唔能夠正常咁樣看待媽媽嘅離開啦，覺得阿媽咧就好似拋棄咗佢咁啊。咁啊，到青年期嘅時候咧，佢仍然有可能因為曾經咧俾阿媽拋棄咧而感到不安嘅，甚至會患上抑鬱症添啊！咁若果出現呢種嘅情況咧，其實係可以好似細路仔嘅時候咁樣啦，大膽啲去親近下媽媽啦，尋求咧阿媽嘅關心啊，佢嘅愛啦，咁樣做嘅話咧，之後嘅日子咧就會順利好多噶啦。嗱，我哋長大之後啦，喺某個角度嚟睇，我哋都需要彌補一啲咧以前得唔到滿足嘅地方嘅，咁樣我哋先至可以了解到自己內心咧所具有某種嘅強迫觀念啊，更加可以客觀啲啦，重新去審視自己啊，逐漸從呢一種嘅強迫觀念咧慢慢擺脫出嚟啦。好啦，飛天爺爺是這樣的一連5集嘅解離症分享呢，就到此為止啦。咁啊，純粹同大家分享下啦，作為一個參考啦，即係一個初步認識啊，或者啲了解啦。咁啊，或者呢，即係當係一門興趣嚟看待好啦。始終解離又好啦，心理學又好啦，都係一門好專業嘅範疇啊，好專業嘅學問嚟嘅。若果有興趣嘅話呢，不妨再去鑽研一下。若果你遇到呢方面嘅問題嘅話呢，記得向專業人士尋求幫助啊！好啦，我哋下一集再開另一個話題。